不少車主都曾經向我查詢，若長期未更換汽車冷氣隔塵網，積聚過量污垢會否影響製冷效能及送風量？無需心急，我們直接進行實測對比。現時市面大部分車款嘅冷氣隔塵網均設置於副駕駛座雜物箱後方。自行測試步驟如下：先打開副駕駛座前方嘅雜物箱，按壓兩側卡扣卸除擋板，即可見隔塵網安裝位置。技術原理簡述：冷氣隔塵網下接駁車廂鳳機組件，啟動製冷系統時，鳳機組件會將車外空氣導入車內。此時隔塵網負責過濾空氣中嘅塵埃雜質，確保送風潔淨度，保障成員呼吸健康。現測試以嚴重積塵嘅舊隔塵網效能，按原裝方式回裝組件後，啟動引擎，開啟最大製冷模式及最高風速檔位。測試採用標準化方法，將樽裝水置於出風口，同步監測最低溫值及氣流強度。實測數據顯示，最低溫度僅達15.1攝氏度後，即出現0.1攝氏度溫升回彈，樽裝水僅輕微晃動。更換全新原廠規格隔塵網後，嚴格按照相同測試條件重複檢測，還是保持相同的測試條件。啟動車輛，看看更換濾芯後，風量和最低溫度會有什麼變化。結果顯示，出風口氣流強度顯著提升，樽裝水幾乎無法穩固擺放，最低溫值更降至14.3攝氏度，溫差達0.8攝氏度。此現象成因解釋，長期使用導致隔塵網結構變形，離細濾孔遭塵埃及有機物複合堵塞，引致氣流阻抗增加。根據流體力學原理，風量下降會直接影響熱交換效率，即使壓縮機保持相同製冷功率，人體感知溫度仍會因風速減弱而升高。此原理與相同環境溫度下風扇轉速越高體感越涼爽嘅熱傳導效應一致。